今日嗰個嘅被定罪嘅咧，就係一個喺我哋國安法第23條下嘅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。其實條文本身咧已經係講得係相當清楚嘅。我哋亦都係根據條文咧而係作出我哋嘅執法行動。咁今日咧法庭呢個裁決咧，正咧係十分之好啊，令到我哋咧更加有信心咧係根據呢個條文入邊咧繼續嘅一個執法。批評同埋呢個嘅煽動咧，或者你有一個顛覆嘅行為咧，根本係一個兩碼子嘅事情嚟㗎嚇。如果大家想留意清楚嘅話咧，可以睇翻咧我哋嘅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》入邊咧係講得好清楚，亦都俾大眾知道，唔係話唔可以去批評或者去做任何嘅事情，只不過咧係絕對唔能夠咧係有一個嘅煽動，唔能夠有一個顛覆國家政權。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嘅地區咧，有佢自己個國家嘅制度入邊嚟嘅。咁而家咧，我哋執行呢條法例嘅時候咧，正係用我哋自己嘅法律去做嘅，全部咧係根據翻呢一個好高嘅標準。